台东县的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拍算要伫离岛的大白沙海域来定出畅水的规范，嘛拍算要收费哦。规定讲有爱有教练哦，才会当去畅水，望讲会当来保障游客安全。绿岛西南边有一个200公尺长的大白沙沙坡，是观光景点，游客会来这翕相爽水。伊伫海底也有真丰富的景观，亲像大教堂、施工棚坑顶是近海水鱼、畅水味甲自由畅水味做群的天堂。看到很多鱼，这个海扇啊，有红鱼啊，有不同类型的鱼。绿岛上受欢迎的水域活动区集中伫叉口甲石浪，便若热人就吵。毋过，这2个地点是台东县府管理的范围。因若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着推展安全而且友善生态水域活动，去年就和绿岛水域休闲游客活动发展协会合作，伫东管处管的大白沙规划水域活动导览示范区，描绘出海底导览图，培训自由畅水味甲水域畅水的导览员，佮有附近的机制甲2种人客带去无共区，避免冲突。另外，也按算规划畅水味区来消除目前绿岛水域活动的人丁甲生态压力。在游戏活动上面的一个冲突，可以藉由这样子一个制度呢，可以做到一个管理。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要保育我们整个大白沙海底的一个美丽的景观跟生态资源。培训这些当地的这些教练，水流啦，还有它的环境啊，还有它的生态，充分的去带这些潜水员到大白沙去玩。东管处表示，目前协会已经开始进行大白沙畅水味导览员的培训，不过今日大白沙沙坡敢要收钱，搁咧甲当地民众讨论，今年暂时是未收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